当呀梦呀梦，当无心爱转入家，无猜我无猜我总甲水当当。海风笑你是戆人，海鸟笑你空等。小平，你安怎苦头苦面安尼？你免唱安尼苦的歌，你是咧等定。哎呦，飞哥，你看出我心声，我咧是当迄个阿 Will 啦。你当阿 Will 哦？就是迄个大头囝吼，迄个大头囝有虾米好等呢？伊人也无真缘投，我知，也无真高，伊啊骨头落啦。是。你等你啥物？你等你来甲你交因，你输甲伊啊？唔是安尼啦，飞哥，以后旧年我的生日哈，等到即马伊讲爱送我礼物啦，啊，毋过即马什么都无的咧。哦。你就是等伊的礼物咯，要等甲一年哦，哦等甲讲你收起吼，哦安尼哦，你等伊的礼物，我甲你讲啊，这个人吼，就是头先我讲的骨头落落，你若爱等哦，伊礼物是袂互你啦，伊36块骨就会互你啦，你安尼搁等落去啊，我甲你讲，你是阿妈的生查某囝。阿妈生查某囝？诶，阿妈这么老，搁会生查某囝，咩飞哥，啥物意思咧？意思咧就是四个，但到阿嬷生查某囝吼，就代表咧是无可能的代志。若是你爱等咧，吼，你真的是啊，等到4个，阮等袂到的哦。听到无？阿嬷生查某囝就是讲等到4个，阮等袂到。我是讲你若等阿伟啦，等这大老囝，等到你家己4个，伊本是袂来的啦。哼！伊吼害我空等哦，我一定爱甲伊算这笔账了，我爱报仇的啦，飞哥。啊，你严重爱报仇啊！伊把你无互你礼物尔嘛，无互你礼物，哇，你搁要报仇啊？安尼是毋是安尼严重啊？安尼讲你就是爱去杀人放火啊？我唔插啦，我唔管啦，虾米人叫伊得罪我这个查某人的后果，就是这个严重的啦。好，得罪你就要安尼哦。是啊。安尼啊，我甲你讲，你实在是哦，和尚在点雨伞哦。啊？和尚，关和尚啥物事？哎呀，和尚点雨伞呢，意思就是讲无法无天，就是讲一个人呢完全无照这规矩来做的，真的是啊，无法无天，无法无天呐！我无管啦，我当然是爱等落去。若是讲哈，我无等落去，我哈也毋是刘小兵哇！你毋是你哦，你话等甲你看你起甲连高英文做歹啊！你我跟你讲，你安尼等落去毋是办法啦！你真正你家己生高，你啊爱等啊，你去慢慢等啊。当呀当呀梦呀梦，当无心爱转入家，无猜我总到水当当，海风笑我是戆人，海鸟。